你送幾廿蚊一齊俾你領導，分分鐘你連份工都冇埋啊！我同你講，過年送咩禮好呢？嗱，生回陳皮普洱，相信大家都飲過啦。唔知道黃皮紅茶有冇飲過呢？相信有90%嘅人都未飲過嘅嚇。呢隻係我哋鬱南無核黃皮之鄉，鬱南盛產嘅無核黃皮，被稱之為正氣水果。特別係嗰啲吞雲吐霧嘅朋友仔，喉嚨輕輕聲，好使得嘅呢隻。20斤黃皮鮮果先可以曬到1斤黃皮嘅皮乾，所以好矜貴。其次搭配呢隻海拔800幾米高山種植原生態嘅紅茶。咩叫原生態呢？即係冇打農藥，嗰啲樹有蟲窿嘅。點解？因為有農藥呢啲蟲係唔會咬，所以特別健康。重點係人工採集，採集嘅標準係1芽1葉，即係葉頂至高嘅位置2塊。並非你喺市場上買到嗰啲機器採集嘅台地茶。你睇睇個湯色幾靚，金黃透亮，幾乾淨。撳佢彈起身就有20包為止一個盒，配一個禮袋。過年送禮，健康有得睇，128蚊一盒。今日額外送多你2包，落單就要趁早啦。過幾日快遞就停運啦嚇。出年可唔可以升職加薪就睇呢鋪啦。